今日看台中市政府伫南屯区的一个工地有人去偷摕电缆线，计共是偷103公斤，卖2万块。警方已经抓到嫌犯，马上台中地检署侦办。42岁姓杜的查甫人，半暝伫咧工地外口绕踅，勘查地形，规划逃走的路线。加长到一时，伊等到现场影一个，看4颗电灯无人，就赶紧为位下骹30公分悬的空拍，扔入去工地内底偷摕电缆线。南屯的台中市政府档案大楼正咧进行内政补强的工程，1月底所有贼头甲配电箱的电缆头前灯摕去卖。利用30公分围里缝隙钻入工地行窃，得手部分电缆线后逃逸。 再以废五金名义低价变卖换取现金，警方获报后立即组成专案小组，持搜索标志其住处查扣犯罪工具。电缆去互贼头剥皮，塑胶皮等伫咧涂骹。警方表示，这个姓杜的嫌犯拢总偷摕103公斤的电缆，事后是准做派档旧车上买，赚现金2万块。 警方成立专案小组去嫌犯引导掠人，专案依照窃盗罪嫌移送台中地检署侦办。所以，我们这个部分在发生事情之后，我们已经有责成我们的施工团队要加强，等于是整个工区的一个安全管理的部分，然后主要是加强就是工地的一个巡检的频率，还有进出人员的一个管制。所以缝隙的部分的话，我们只会把它封起来。市府表示会检讨改进，地质分局强调讲，接落来针对无人管理的建筑物甲工地加强巡逻，民众若发现有奇奇怪怪的人，嘛会当通报警方，莫互贼头有机会做歹代志。公视新闻综合报道。